高天賜議員。多謝主席。司長、政府官員，各位午安。我嘅口頭質詢嘅標題呢係衛星賭場結業對經濟、社會及勞動市場所帶嚟嘅影響，以及外勞嘅急劇增加。早前呢，就2025年施政方針拜會行政長官嘅時候呢，中小企業協進會會長表示，特區經濟狀況十分唔樂觀，本地經濟因博彩市場放緩而喪失競爭力。同時，佢亦都指出，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係倒閉潮，建議採取有效措施改善營商環境以及打擊貪腐行為。記得喺2024年10月啦，我哋曾經就澳門經濟狀況持續惡化，以及衛星賭場數以萬計嘅員工可能會失業，拖累喺呢啲賭場內及周邊從事其他經濟活動嘅企業嘅情況，提出書面質詢。另一方面呢，外地僱員人數卻逐年增加。喺2009年12月，外地僱員人數係75,000人，而16年後已經急升至近21,100人，即係話個增幅達至180%。基於此我就會提出以下嘅問題：第一，倘若衛星賭場結業並因而導致位於呢啲賭場內及周邊嘅企業結業，政府將採取邊啲嘅具體有效措施，防止呢啲同承批公司簽訂勞動合同，且並要求從事唔同職務，例如酒店、房務、清潔、保安同埋餐飲服務等嘅僱員，因自身身體狀況以及無法適應新職務而被迫辭職啦。近日，中小企業協進會會長表示，特區經濟狀況十分唔樂觀，本地經濟因博彩市場放緩而喪失競爭力。並指出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係正在澳門發生嘅倒閉潮。面對有關狀況，政府準備採取邊啲嘅預防措施以扭轉企業倒閉嘅局面呢？會唔會修改現行法例，將失業嘅僱員領取失業津貼嘅期間由現時嘅90日調升至360日呢？第二個問題，而家呢，某啲嘅承批公司嘅清潔、保安、工程等嘅僱員享有提前退休計劃，讓佢哋有更多嘅時間陪伴屋企人同埋朋友。政府會唔會要求呢一啲嘅承批公司將相關嘅計劃延伸至賭場員工，例如莊荷以及其他具有相同條件但係喺唔同部門工作嘅員工呢？第三個問題，喺2009年12月，外地僱員人數係75,000人，16年過後啦，外地僱員人數已經急升至近21,100人，增幅達至180%。有關嘅增幅主要嘅原因係啲乜嘢呢？對本地僱員職位嘅減少產生咗啲乜嘢嘅影響呢？多謝。特區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居民嘅就業問題，並且關注勞動範疇嘅法律法規嘅具體適用情況，致力保障僱員勞動權益。為此，已經持續密切關注勞動市場變化同人資供需求嘅狀況，以及推出同埋完善各類就業支援措施，助力本澳居民拓展就業空間，並為產業發展培養各類專業技能嘅人才，提升本地居民就業競爭力，邁向更多元嘅職業發展。喺呢度重申，特區政府輸入勞動力政策嘅大前提係確保本地僱員優先就業，以及勞動權益不受損害。喺任何情況下，對於本地居民有意向以及係具條件擔任嘅職位，企業必須優先聘用本地居民。喺處理有關外地僱員嘅申請時候，勞工事務局
會先向企業轉介合適嘅本地求職者，而截至今年嘅3月底，外地僱員嘅人數共有183368人，係較2019年10月底減少咗13170人。不同嘅職位有不同程度嘅減幅。由於澳門正係積極咁樣構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且經濟活動亦都以服務為主，因而對人力資源嘅數量嘅需求較大。透過適當輸入外僱以補充本澳嘅勞動力不足，係符合澳門現時整體嘅利益嘅。另外，為咗確保僱員嘅休息權，特區政府亦都積極鼓勵具備條件嘅僱主同埋僱員善意協議優於勞動關係法裏邊規定嘅工作安排，以促進和諧嘅勞資關係。喺推進職安健工作方面，勞工事務局進行咗大量嘅工作，例如持續咁樣向綜合旅遊休閒企業進行職安健嘅宣傳同埋巡查，推出綜合旅遊休閒業產業嘅員工職業安全健康指引手冊，藉不同嘅途徑促進企業為僱員提供良好嘅工作環境，並且加強從業員對工作安全同埋健康嘅認識。對於娛樂場內運作中嘅博彩設備及用具，博彩監察協調局會持續咁樣進行不定期嘅實地檢測同埋審查，以促使娛樂場幸運博彩活動能夠公平同埋安全地進行。博彩監察協調局仲會持續咁樣鼓勵承批公司加強同員工嘅溝通，協助人員適應各項嘅轉變。關於6間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嘅本地員工裡面嘅中高層嘅管理人員嘅任職比例，特區政府維持喺85%以上嘅立場係冇改變嘅。截至到今年3月底，本地僱員喺相關嘅企業任職中高層管理人員嘅百分比係90%。關於議員提到嘅衛星場問題，特區政府已經有評估及制定預案。倘衛星場因為營運變動而導致僱員受影響嘅時候，勞工事務局會依法作出跟進，保障僱員嘅合法勞動權益，亦都會主動了解受影響嘅本地僱員嘅求職意向，以及提供適當嘅職業培訓同埋相關嘅資訊。此外，特區政府會持續咁樣促進企業嘅發展，藉此為本地嘅居民提供更多嘅就業崗位。多謝主席，就感謝司長啱先回覆局部嘅我啲問題。咁咧就第二、第三咧就好似冇乜點樣回應，但係我都係集中翻喺嗰個衛星賭場。咁啊頭先聽到司長都話有個評估預案，咁但係事實上咧就都聽到司長話，即係對佢哋嘅培訓啊各方面，但係佢哋而家最擔心就係唔知政府嗰個去向對於衛星賭場嗰個生存究竟係會處於咩環境？咁呢個環境對佢哋嘅工作係影響好大，所以咧有兩批員工嘅，一個咧就係本身上批公司啲員工，咁嗰啲翻落去咧，我都有就問第一個問題咧，佢哋翻去做，有可能要轉介啊，第二啲行業，譬如咧執房啊，或者保安啊，或者各方面。我哋過往嘅經驗咧，見到咧，即係好多時佢哋做咗一段時間咧，跟住咧就做唔嚟咧個壓力就會好大，咁啊結果咧造成佢哋自己辭職。
咁呢啲你哋對於你哋嘅評估同埋你哋預案有冇諗過佢哋個將來，因為你個年紀大，佢哋冇辦法繼續做其他啲工序。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本身嗰啲衛星賭場啲員工，佢哋而家目前咧都好擔心啦。咁啊，究竟因為佢哋有啲係供樓，有啲租樓，有啲成家立室，有仔女，有老有幼，咁就佢哋都好擔心，因為你一殺下咧，如果真係嗰個衛星賭場，而家我哋都唔知道究竟10幾間以上嘅，有幾多間係會繼續完整咁樣運作啊？咁一定要做一啲手續啦，咁先至可以繼續去運作。有啲咧就冇辦法啦，就要係淨係管理。咁呢啲咧，對於你哋嘅評估，對於你哋嘅預案，你哋係會點樣去體驗呢個情況，令到佢哋咧做緊係衛星賭場嘅員工繼續咧可以繼續做咧？呢個都要好清晰，希望阿司長可以解答。咁咧第三個問題，頭先我講到都係追問咧，即係過去。由09年嗰陣時係75，而家批咗出嚟咧，將近咧21萬㗎，批咗外勞㗎21萬。咁呢個我問到咧，即係咩原因導致到增加咁多，同埋對於本土嗰個就業有幾大嘅影響咧？即係希望我哋大家都有目共睹，啲影響好大，所以但係都希望咧司長可以回應，唔該。外僱到我想回一回覆阿高天賜議員提到嘅，其實外僱嘅調整，首先要重申一次，係作為本地勞動力不足嘅情況之下做補充嘅。咁如果你睇翻，你雖然係用09年嘅情況嚟比較啦，但係我有一個更加全面嘅圖去睇到，由我哋2000年開始回歸到而家25年啦，我有到24年嘅數據。我哋由當年500億嘅GDP 嘅規模升到我哋最高嗰陣時係4500億，咁即係大家睇到我哋一個即係個規模上高已經係9倍嘅。睇到我哋如果計翻一條曲線咧，對人力資源嘅需求咧係隨住我哋經濟規模咧係會有上升嘅。咁呢個係成一個正比關係嘅。咁所以你攞09年嚟比較，我哋睇翻當時係1700如果冇錯。09年1723億，係等於而家舊年嘅4033億嘅呢個經濟嘅體量咧，係只係除落去40%。咁所以大家睇到人力資源嘅需求係自然會係成一個正比嘅關係嘅。咁如果大家睇翻我哋本地嘅勞動力嘅供應係一個自然增長嘅，大家知每年出生率有幾多呢個都可以計到數。咁但係經濟活力嘅需求係需要有一定嘅勞動力嚟配合嗰個資本嘅投入，先至可以產生佢嘅效力㗎嘛。咁所以大家如果睇到我睇24年嘅數據咧，係成一個正比關係。當個規模係未到低嘅規模，就有低嘅需求；規模大嘅時候，就成個人力資源嘅需求整體係都會相對係提升返。但係特區政府要做嘅就係喺呢個調整嘅過程中，要確保本地人係能夠充分就業。而喺呢個上，大家睇返我哋嘅失業數據本地人嘅失業數據，最近呢幾期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嘅水平我哋叫2.3%同2.5%之間。如果喺即係世界其他各國190幾個經濟體咧，係比較嚟講咧，甚至乎喺啲發達國家嚟講，大家睇翻我哋都係俾佢哋處於一個咧相對比較合理同埋呢個係叫全民即係充分利用嘅過程所以呢度我哋認為，如果你話要解釋，你用09年嚟比，我哋攞翻2000年開始到而家24年嚟比較，個規模咧係放大咗9倍，再落翻落嚟而家4033嘅話，再睇翻嘅其實係一個適當配置嘅一個咁樣嘅過程嚟嘅，而一個成個正比關係。疫情期間收縮咗，我哋亦都會將相關嘅外僱進行一個大規模嘅收縮，進行相關嘅調整。咁所以呢個係大家係比較關心點樣去做。